為咗吸引客人，依家好多餐廳都會用某啲主題嚟做包裝。灣仔新開嘅野換山店就以戶外野營做主題，由門口去到餐廳每一個角落都緊貼住主題。咖啡裏面嘅水吧以露營車做設計，另一邊就佈置咗帳幕同埋露營燈。加埋牆上面嘅行山專用服裝同埋露營燈，成個氣氛已經好濃厚啦。走入用餐區，長長嘅木台、牛仔皮戶外燈，連餐紙上面嘅圖案都同野餐同埋大自然有關。再睇埋牆上面嘅裝飾，有專用繩結，其中一個仲放咗餐廳顧問兼店主之一攀山及遠足專家鍾建文嘅裝備同埋私人珍藏，等大家對露營同埋唔同嘅戶外活動有一定嘅體會。為咗配合氣氛，食物會以簡約做法，專用鍋具同埋燒烤美食為主。去露營最開心嘅就係圍住營火食小食、飲啤酒。招牌嘅野換燒粟米就選用本地超甜粟米，邊燒邊搽上利用10種香料製作嘅燒汁，燒大約5至8分鐘之後就完成。外表焦香而且甜美多汁，啖啖都係香濃滋味。另一款香辣雞翼配藍芝士，將雞翼單邊起骨，炸好之後再淋上自家製嘅辣汁，睇落就好似一個小火把咁。中意濃味嘅話，仲可以再飲啲加入洋蔥、酸忌廉同埋檸檬汁嘅藍芝士醬添。天寒地凍去露營，必定要食翻一啲熱辣辣嘅菜式。鐵板上菜嘅香煎鱈魚，魚肉淋上再加入檸檬葉、蠔油同埋魚露改良過嘅紅咖喱汁，清新魚肉同埋濃味嘅醬汁，相當之夾。另一款荷蘭鍋烤焗原隻野雞，美國野雞先釀入5至6款蔬菜，然後用370度烤約25分鐘，再淋上特製醬汁。上台嗰陣仲會加入伏特加，再點火，等嫩滑嘅雞肉添上陣陣酒香啊！